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今日在你面前，我们要献上赞美、感谢与祈求。愿你的话语临到，使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求你帮助我们甘心顺服你，知道什么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使我们所行合乎你的旨意。你的作为远超我们的所想所知。求你赐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活出美好的生命，使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之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以新灵粮诗选126首，你是荣耀君王。新灵粮诗选126首，你是荣耀君王，来敬拜我们的主。这首诗歌我们待会儿唱3遍，第一遍我们齐唱，第二遍1、3行弟兄唱，2、4行女生唱，然后合唱。我们有一个短短的间奏，然后我们再唱第3遍。弟兄姐妹请起立。你是荣耀君王。间奏，弟兄姐妹在间奏中来思考这些话语。
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请坐。现在我们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78篇1到4节以及12节到16节。诗篇78篇1到4节，12到16节。请会众看投影片，思会与会众的起应和是如何分配的。诗篇78篇1到4节，12到16节。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我要开口说比喻，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他白日用云彩，他在旷野分裂磐石，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愿上帝的话语时常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情来祷告。你可以参看我们的周报第2页。主啊，我们为欧洲国家爱尔兰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祷告，华恩堂李信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台湾2024年总统及立委选举来祷告，求神拣选合适的执政与立法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政府相关部会对于能源、环保及公共安全等能做出适当的规划、监督与落实来祷告。我们也为环境的清理与登革热防治来祷告，求主垂听。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我们请苏品存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17章第1节至第7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名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至13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至13节。以下由我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以上是神的话。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现在由诗班来献诗，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以及荣耀你圣名。
以下由本堂的蔡文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口是心非的信仰”。弟兄姐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首神曲叫做《哈利路亚》。当你听到那个哈利路亚神曲的时候，它好像一阶一阶的往上升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在诗班里面听到的歌曲，其实也有好像是那种在王宫里面等候君王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乐团、所有的乐手，还有这些唱诗班的人，他们在那里恭迎这个君王要临到在这个王宫的里面。可能大家如果能够参与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是在比较的国家。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参与，比如说像英国的王室，或者是在这个国王要临近的时候，要进场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奏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至少在去成功里去这个当这个大征兵的时候，当这个师长要从这个外面进来的时候，乐队就会在门外的地方开始奏乐，然后等候这个将军的临到，然后将军来到的时候，这个乐队才停止。所以所有的人都在那个时候在等候着这个将军在那里做训话，或是我们那个师长在那里做训话。但是那个进场的那样的一个荣耀跟参与的时候，会让人感受到是肃然起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唱诗敬拜的时候，要记得上帝临到在我们当中，耶和华上帝住在我们当中，他是君王，他来到我们当中，全地应当这样来敬拜他、赞美他跟歌颂他，让我们也成为赞美当中的一群，敬拜当中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敬拜上帝的人，只有看着别人敬拜，而我们自己也能够参与在敬拜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中秋节假期之后，我们还能够来到生命当中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不是只有知道玩乐，我们也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都知道要来敬拜上帝的时间，这是非常美好的。各位知道在华人的这个节期里面，有3个节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华人在过年的时候，过农历新年，还有端午节，还有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华人的3大节日。但是如果是在犹太人当中的话，他们的3个大节日就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后面的这个叫做住棚节所以犹太人他们也过3个节日。那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过3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来纪念。除了我们要跟人一起的，跟我们的家人一起的团聚，我们也能够跟上帝有这样的美好的见面的机会，让我们时刻都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连结。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何等的美好！我们也在这里一起的团聚跟敬拜，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但是请大家不要介意哈。如果有雷同的话，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追一个小姐，要追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然后他就讲了一句情话。各位知道，很多人都喜欢讲那个叫做在谈恋爱的时候，或是要追人家的时候，嘴巴都是很甜的。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我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你。”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跟这个男生说：“屁啦，你满脑子都是大便。”听得懂意思吗？你的满脑子都是大便。结果这个男孩子跟他讲说：“我不许你这样侮辱你自己。”听得懂意思吗？男生跟女生讲说：“我的满脑子都是你啊。”然后女生说：“你满脑子都是大便。”可是这个男生说什么？“我不许你这样侮辱你自己啊！”好，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学习，当别人给我们讲话很硬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用温柔的、用幽默的话去面对人家。好，曾经有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只是
这个还没结婚的男生不要学哈，这个只是讲一个例子而已。有一个女孩子，她有2个男生去追求她，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跟男生讲说：“你们才大学毕业而已，应该要去多世界历练，去多看一看，去外界的地方找一找，去世界上旅游一下，能够让自己多充实一下。”结果第1个男生真的就搭飞机去到国外去了，但是第2个男生他就一直在那个女孩子的身边绕。然后那个女孩子说：“你这只苍蝇，你怎么不离开呢？”结果他跟这个男生跟女孩子讲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听得懂意思吗？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好，只是笑话而已哦，千万不要学哈。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说合宜的话。有时候当然甜言蜜语很会讲，但是心里面是不是这样想，就要求上帝给我们有常常省察的心哈。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祷文，把上帝的话放进我们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选择上的困难，有时候选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东西太多了，或者是产品类似的都一样，但是不晓得要选什么，所以常常现在有一句有人常常这样讲，他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意思就是好像大人是不用做选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图哈，这个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贩卖机上面挂的一个图，它上面写什么？他说如果选择困难的时候，可以按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帮助你，如果万一选不出来的时候，最少你有这个按钮可以按。好，所以他说什么？选择困难专用。然后旁边还写什么？小孩才做选择，对不对？好，那是如果你选择很困难的话，那这个是选择困难专用。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社会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一些东西，就是什么要大量的获得，要大量的吸收，要大量的得到，你大量的这个不用去筛选，全部都是要拿下来。我们被一种物质上的东西给迷惑了，就变成好像刚刚提到的，好像有人说小朋友才做选择小朋友才去要去分类全部都要，这个是好像大人的世界里面都是这样。其实不尽然是如此。圣经上教导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叫做节制。要懂得节制，而不是什么都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烤肉的时候，你全部都吞到肚子里面去，恐怕你隔天就肠胃病了。所以其实是需要选择的，选择你应该要有的，或是适合你的，不是像这个世界带领你走，告诉你说全部都要，全部都好，全部都吸收进来。要懂得做选择。不是被外面的话牵着走，说好像小朋友才做选择，其实大人才应该要做选择，选择你合适的，选择对你好的，选择这些健康的食物，而不是去全部都把它拿下来，好像这样你很大气，你是很这个资源很丰富的，或是你金钱是很够的，选择做一些的节制，知道自己可以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这是这个时代里面所缺乏的。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属灵的这样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既然讲到属灵的果子，各位要考一下你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有哪些东西？知道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所以如果背不起来没有关系，欢迎大家中午来上成人主日学我们有好几个班能够让大家可以满意的。但是要记得，圣经不是讲别人，圣经是要讲自己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圣经里面有一群人，这些人只要出现，我们就知道这一群人是来找麻烦的。这一群人叫做什么？这一群人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各位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只要翻到新约里面，读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那这一群人就是一定要来找茬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来找耶稣什么事情。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经文23节，一起念来。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些人动不动就进到人家那个正在讲道的教室里面，然后就告诉人家说：“你是谁啊？你这个为什么你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些犹太人、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找耶稣的茬，为什么？因为耶稣也常常找人家的茬。听得懂意思吗？耶稣也是常常找人家的茬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常常动不动就戳人家，去那个讲话也是伤了人家，让人家自尊心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高级的宗教人士，他们是在教堂里面，在圣殿里面，他们是在宗教界里面是获得尊重的。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属灵的老师，但是耶稣常常戳他们。耶稣常常说他们是什么？是能说，但是是不能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有时候人家骂你、责备你、伤害你，或者甚至把你赶走，或者甚至讲一些的这个攻击你的话，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有时候是你做对了什么。听得懂意思吗？不是你一定做错了什么。很多人会自责说：“哎呀，我被这个朋友撇弃，我被我的同事拒绝，我被老板没有看中，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当你受委屈，当你受伤，当你被别人攻击的时候，不见得是你做错了什么，有时候是你做对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别人在往不好的方向走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正确的方向在这里，有时候你会被人家厌弃，有时候你会被人家讨厌，因为人家都往这边，为什么只有你要往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被拒绝、被伤害、被攻击、被撇弃，不见得是因为你做错了，而是你做对了。好，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的时候，这群人突然间蹦进来，然后告诉耶稣说：“你是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是给你权柄的人是谁？”各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好，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在这个21章的前面有一个事情是耶稣给人家翻桌了。听得懂意思吗？耶稣为什么给人家翻桌？耶稣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把人家桌子给掀了。然后耶稣撂下了一句话，他说：“圣经上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意思吗？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东港那个东龙宫，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庙宇很兴盛的地方，各位知道有很多庙宇外面都在卖什么？卖香、卖纸钱，对不对？卖一些这个祭祀用品。好，所以如果你要去进到那个庙里面的时候，有可能你要去买一些这些贡品，买一些这些东西，然后进去庙里面，你才能够去拜那个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殿当时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有很多的牛羊放在圣殿的外院，然后在那里做什么？如果你要进去圣殿献祭的时候，祭司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羊不合格，你这个羊上面有一根黑毛，这个应该是白羊毛，为什么你有黑毛呢？不行，你要去外面换。”所以去外面换的时候，就把这个外面卖的羊就可以买进来，然后这样你给了这个卖羊的人给钱了之后，那这个卖羊的人获得收益了，然后这个祭司又可以跟这个卖羊的人收税。哎，我这个场地借给你，所以我要跟你收税。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叫做我们不能说官商勾结，但是有点类似，就是祭司跟这个外面卖东西的人，他们是有互相勾结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去翻人家的桌子？因为耶稣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帮助我们。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团购啦，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些的买卖东西，不是这个，因为它不是叫你拿这些东西来，你才能够来敬拜上帝。在圣殿里面，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买卖这些东西，他们才能够进圣殿来敬拜。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把桌子翻了？因为这些人他们只是在交易，而不是真的在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像这样有交易，或是找这些的这个东西来买，或者是在这边交易，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在圣殿当中敬拜上帝？曾经有一个教父叫做劳伦斯，他是一个修道院里面的厨师。他说：“我在嘈杂的厨房当中，但是我的心好像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我们虽然坐在圣殿、坐在礼拜堂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好像嘈杂的厨房一样。听得懂牧师在讲什么意思吗？很多人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的心里却是好像在厨房里面一样。各位知道，厨房里面很热的，东西铿铿锵锵的，没有办法安静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现在在什么地方？也许你人在这里，但是你的心是否在这里？好，所以后来耶稣举了例子，透过一个人，这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个人叫做施洗的约翰。各位知道施洗约翰这个人知道吗？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那边为人施洗，但是圣经里面说，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但是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是一个生命跟他的生活是一致的，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人家接受他的教导，或是人愿意接受他的指导，知道说他的教导跟指导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很多人来到约翰那里，来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来领受施洗，并且能够在那里悔改信主。所以犹太人很多人都拿这个施洗约翰当作是先知，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正有这个人出现的。然而耶稣问这些的法利赛人说，那么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或者是人间来的？对施洗约翰来说，各位知道他们当时有很多人，他们要悔改认识上帝，要悔改来转变的时候，他们要透过洗礼。虽然天生你是犹太人，你就受过割礼，但是你仍然要经过洗礼。或者是外邦人如果要来信上帝的话，你也要通过洗礼表达你的悔改的用意。然而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愿意去被这个施洗约翰来洗礼跟教训的，甚至他们被施洗约翰称为叫做毒蛇的种类。因为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终究不悔改，他们虽然表面上是宗教人士，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应当在上帝面前谦卑跟悔改认罪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各位知道长老教会他们常常出一些顺口溜，其实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提醒的。各位知道在长老教会里面，他们有一句台语叫做地狱乌噜噜专关张乐教牧师，听得懂意思吗？地狱是很黑暗的，关的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长老，都是牧师。没有提到执事，我们的执事也要小心，有可能我们是垫底的哈。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长老跟牧师是最难悔改的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各位以为说我们悔改好像很正常，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最难悔改的反而是信主最久的，反而是教会里面越资深的，反而是当老师的、当牧师的、当传道人的，我们最不会悔改。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我们会教人悔改，我们会指责人悔改，应当你要悔改，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轻轻的放过。我不过就是我不过也是个人我也是需要这个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时候指责罪，但是我们没有指责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很会去指责别人的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错在什么地方？各位知道，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有一群人叫做酸民，知道吗？不管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公车上，或者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这些人会出现。这些酸民，他们叫正义魔人。正义魔人是什么？抓着规定，然后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正义的一方，但是让人相当的痛苦。比如说最近可能各位看到新闻里面就会有比如说这个博爱座到底要不要让座有的人就会告诉你说博爱座只能够给谁坐。好，这个当我们变成这么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那个怜悯跟爱心就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本来你应该从心里发出的，当我看到老人家，当我看到一些需要的人，我能够去帮助他们，这是爱心。但是如果爱心变成规定的时候，那就不是爱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爱心是被规定的，还是你的爱心是从你的心里面所出来的？所以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但是他的人格跟他的各方面是被人所接受的，而且是被人肯定的。所以戴德生这样说：能将属灵的福分散播出去，最安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具有榜样、模范的个性与人格。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教导的东西就会有那个实际。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有时候你教导的东西可能就是表面上的，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犹太人、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族群里面，这个群体里面，很多人很会教导，很多人很会读圣经，但是他们的生命却跟他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堵了他们之后，这些人他们也做了一个诡计。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什么。2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7节，一起念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叫做明知故问，听得懂意思吗？犹太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明明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他们就偏不说。我就偏不说。但是事实上，耶稣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你不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好，所以为什么耶稣特别喜欢对着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只会说不会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口是心非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嘴巴很会讲，我们也许很会教导，甚至很多圣经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我们当过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甚至是教会里面重要的干部，我们重要的牧者、传道人。但是我们会说，可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好，所以耶稣提醒这些的看的群众。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他要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今天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提醒了这些群众一件事情：圣洁不是在外表，而是在你的内心。不是只有你表面上好像看起来像个宗教人士，但是事实上，你的内心、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内容？人常常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人的内心。当撒母耳去到这个耶西的家，要去膏抹一个耶西的儿子要成为王的时候，他看到耶西的大儿子身材高大，长得很俊美，他就认为说应该是这个人。但是上帝告诉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外表的敬虔，我们很会参加礼拜，很会参加崇拜，也许我们也很会唱诗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箴言12章5节说：“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要保留他们的尊严跟颜面，所以他们就讲了一些很技巧的话语，或者是奸诈诡诈的言语，好像要保存自己的尊严跟颜面，但是事实上反而让他们更加的丢脸，因为他们只有外表而没有真实的内在。
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有2个儿子。耶稣常常讲2个儿子的比喻，2个儿子在这个路加福音也有提到，还有在这边也有提到，所以这个都是每一个福音书有个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这里的2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路加福音的不一样。这里提到的2个儿子的里面，大儿子，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当这个父亲去跟这个大儿子讲说，你到葡萄园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2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9节，一起念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好，可能这个大儿子可能还在青春期的时候，所以老爸讲什么他都会去反驳反对，或者甚至是心里面觉得不高兴，干嘛又是要叫我去？可是后来他生命里面悔改了，他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父亲说话，所以他就去到葡萄园去帮他的父亲工作。好，看起来很正常，对不对？好，第2个儿子，爸爸又跟这个小儿子讲了，他说要小儿子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30节，我们来看一下30节，这个小儿子回答什么？30节一起念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心里面很刚硬，有时候我们常常嘴巴里面说的跟心里面想的是不一样，口是心非，或者是我们所讲的跟心里面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这条诫命我们常常提到它，做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它真正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嘴巴里面敬拜上帝，然后心里却远离上帝，那个叫做口是心非，那个叫妄称上帝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里面会不会常常妄称上帝的名啊？这个上帝帮助我，上帝差派我去，我就愿意去，我乐意去。各位知道，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主啊，如果你这个安排我，无论你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我都乐意顺服。好，但是如果答案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怎么样？开始抱怨了。上帝啊，为什么今天带我这样子？为什么今天把我送到这个环境里面？为什么今天让我遇到这些的难事？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衰事在我的身上发生？那你不是已经祷告说，上帝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都乐意顺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里面会说，但是心里面我们却做不到。我们自己传道人也有时候也是，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说，主啊，无论你差我到哪里去，我都乐意去。好，然后结果到这个大堂会的时候，很高兴啊，今天这个我可以发挥我的专长。但是如果到小教会去，20-30个人的小教会的时候，主啊，怎么这么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乐意的话，那个叫做心里跟口要一致的。很多人在唱诗歌的时候唱什么？主啊，差遣我。可是我们会不会主真的差遣我的时候，主啊，我不想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1节，耶稣对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还有群众，这些群众当中也有一些是社会底层，或者甚至是人看不起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了什么。31节我们一起念来，31节一起念来。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文士跟法利赛人最瞧不起这些税吏，还有这些的娼妓。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叫做社会的底层，他们是这个叫做这个蓝领阶层的，他们是这个靠劳力工作的，跟他们这些人是不对等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些人是不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然而耶稣却说，这些人比文士跟法利赛人更能够进天国。为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懂得悔改，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越久，有没有让你越会改变自己的生命？还是信主越久，你的心跟石头一样越来越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常常提醒、反省跟悔改，好像我们每一天需要洗澡、要洗手、要去洗身体一样，或者是要去洗脸，我们都知道这些都要清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灵性也需要做一些清洁？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耶稣透过他的仆人所写的话语，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1章9节怎么样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牧师现在要讲的东西是要告诉各位说，在教会里面认罪悔改是很正常的。所以假设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上帝面前，包括我们跪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悔改祈求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讶异，反而要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谦卑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在过去曾经牧会过的一个教会里面，曾经有过一次，我要带领弟兄姐妹要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我说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所以那时候就为了要这样亲自做了示范，来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忏悔、认罪的悔改，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带领了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们现在比较少跪了，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跪在上帝面前是表达你的谦卑跟忏悔。后来在结束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就这样问我，他说：“牧师，今天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为什么我们要跪下来认罪悔改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不晓得跪下来认罪悔改是很正常的。在教会里面，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要跪下来认罪悔改，而是我们的日常。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常常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有没有得罪人的，而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的人，而不是一个骄傲，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我好像比别人完美。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2个人的祷告，上帝听这个，但是不听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他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他站着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奉献1/10，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我这个会去牵老太太过马路啊，我会去帮助贫穷的人，我会去做很多很多的服事。”但是另外的这个跪在地上的这个税吏，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那个站着的法利赛人，还是你是跪下来谦卑祷告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说，有一个黑道老大，他这样说：“他说以前都是别人跪在我面前的，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是我要跪在上帝的面前。”所以32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些的这个税吏还有这些的娼妓，他们反而可以比这些宗教人士更容易进天国。3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2节，一起念来。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责备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实际上里面是黑暗丑陋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会不会也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丑恶的，像那个粉饰的坟墓一样？耶稣曾经骂过这些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们像是粉饰过的坟墓，外面很漂亮，但是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外是一致的。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表达，我们口里敬拜上帝，我们的心也是跟我们的口一样来敬拜。所以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罗马书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雅各书4章6节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圣经里面在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叫做上帝告诉我们何为善，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谦卑才能够与上帝同行，不谦卑的人没有办法与上帝同行，因为觉得我自己是很厉害的，甚至是把自己当神了。圣经里面讲的骄傲就是在这里，当人把自己当神的时候，就不再把上帝当上帝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也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许我们当老师的人，或是牧师，或是传道人，也许有时候我们讲话会比较严厉。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可能恨铁不成钢，哎呀，好像我们这个被责备了，好像很不好。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传道人不是去娱乐人的，传道人不是要去让人感觉舒服愉快的，传道人是要替上帝发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心里面觉得有刺，好像心里面觉得被刺了，好像心里面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好像需要能够到上帝面前来有这个扎心的时候，要记得彼得带领3000人信主的时候，他们扎心的时候，他们说，弟兄，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因为扎心了，所以我就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责备、能够听从责备的才是智慧的人。圣经里面在箴言书里面说，能够听责备的人才是智慧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责备，并且能够提醒自己，我们的所行跟我们所说的是否是一致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虚假的信仰只有外表，没有真实。所以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很优雅、很细腻、很文明、很美好，但是本质上是堕落的。很多的罪看起来是很美好的，表面上，但是实质上是堕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拦阻自己，不是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不是成为一个属灵上骄傲的人，而是成为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骄傲是最困难去发掘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提醒，彼此来提醒说，会不会我们在某些事上骄傲了？所谓的骄傲就是把自己当神了，好像把自己当作我一切我都可以了。我们需要谦卑在上帝面前来坦然承认我们是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第二个，虚假的信仰会轻忽自己的罪，重责别人的错误。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很多人轻轻放过自己，但是很重的去责备别人，抓到别人的问题就会去责备别人。有时候这样虚假的信仰常常把我们自己变成是一个自义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一个最大的罪。看重自己的罪，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先看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别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责备人之前，我们要看到自己需要在上帝面前坦然的承认自己的问题。第三个，虚假的信仰是口里悔改，但是心里不悔改的。两个很明显的人物，各位就可以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2个国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扫罗在他的嘴巴里面也会讲悔改，他跟撒母耳说求你跟我一起出去，免得人家以为我不信上帝了。好，所以表面上他好像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事实上他的心没有悔改。大卫是一个罪人，他杀人家的先生，抢人家的太太，但是他却悔改在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假的信仰，口里悔改，心里没有悔改。求主给我们有悔改的恩典。所以汤姆斯·华生这样说，悔改是最基础的恩典，在任何信仰上，如果不是建造在这个真理的基础，必然会倒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是我们的日常，而且是经常，而且应该是要这样做的。所以谦卑的相信上帝，而不是自己，
不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什么，唯有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个图已经出现2次，对不对？其实出现2次就表示它很重要哈，所以要记得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哈。我们来读约翰一书1章9节哈，我们再一次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也在众人的面前，能够坦然的承认跟悔改我们的过去。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怜悯，愿你施恩看顾，无论我们站在台上的或在台下的，在台前服侍或是在台后的，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但是主，你照着你的话，按着你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阐述神话语当中的启示与真理。以下我们要进行圣餐礼，我们现在唱圣餐诗歌，与主合一，心灵粮诗选第300首的第1节。弟兄姐妹，请起立。现在请蔡牧师来主理今天的圣餐礼。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甚至我们可能避重就轻的去做这样的认罪跟悔改。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到牧师的面前来说：“牧师，我做错了事情，我偷了一条绳子。”那当然，牧师就跟他讲说：“还好，你偷了一个绳子，但是你愿意能够改变跟调整自己，这是很好的啊，上帝一定会赦免你。”可是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告诉牧师说，这一条绳子后面牵了一条牛。这个牛的后面还有一部车子，这个牛车上面还带了很多的米，所以他的认罪只有认了绳子，我偷了一条绳子，他没有去认我偷窃了别人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鉴察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意念，求主怜悯。牧师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去觉得站在台上的这个人就一定比别人好，因为站在台上的这个人是更糟糕的人。各位知道，保罗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说他自己叫做罪人中的罪魁。其实保罗他这样说是什么？他说他自己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很会遵守上帝的话，但是遵守上帝的话并没有让他有爱上帝跟爱人的心。
上帝的话没有让他更多的爱身边的人，上帝的话没有让他更爱上帝，他只是以遵守上帝的话，能够遵照上帝的话，但是却没有那样的真实。各位知道，有很多人的信仰只有表面的，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写过一篇的讲章，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差不多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各样行为各样都很好，好像一个基督徒，11奉献也有，都每个礼拜参加礼拜，教会的节目什么样的活动他都参与，他也热心的侍奉，但是他还是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没有爱上帝跟爱人的心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行礼如仪，还是真的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当然，我不能够去指责跟指正所有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请弟兄姐妹也饶恕跟原谅过去我们所有的牧者们。也许我们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真的是故意的，或者是不小心的，各样的方式。假设如果真的伤害到，或者是戳伤了，或者是在说话上、行为上让大家感受不好，那么，请弟兄姐妹原谅你的牧者，包括原谅我，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说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求主帮助我们。荣光堂已经要迈入60岁了，各位，我们今年是58岁，明年59，后年就60岁了。60岁的荣光堂，我们可以带给我们的教会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可以带给这个城市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可以带给这个国家什么样的内容？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影响社会的只有2件事情，就是谦卑跟认罪。我们需要谦卑忏悔，在上帝的面前，也要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教会没有要教大家成功的公式，你要怎么样获得成功？你要信耶稣之后就国泰民安，就一切风调雨顺，就一切这个收入增加，你就升官发财，并没有。教会要告诉你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悔改，并且领受赦免，得到上帝的救恩，让我们的心里获得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恭敬的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等一下领圣餐的时候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注意在这边我们这次一样是用蘸饼的方式，所以我们会从中间的走道进来，然后各位在我们两边的饼杯的圣餐陪餐人员的当中取了饼沾杯之后，直接吃了就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然后我们在那里让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重新的忏悔，成为一个新的人，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荣光堂继续的往前走，不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求主来帮助。那所以等一下请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让小同工会帮大家来用酒精来清洗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会从中间的走道进来，领了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没有关系，你凭着信心来领受，在这个地方你就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然后求主帮助，让你在灵里面你也领受这个圣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请听圣经的话，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
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且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参同工到台前来。先给你们，我先给你们，然后另外一个是上去的是哪一位？啊，你是上去的 ，OK。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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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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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领上去哈，红领上去。
上去。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就预备心来领受圣餐。那上来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顺序。我们有2组哈，所以不用都挤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有2组可以一起来使用，所以拿到饼之后沾杯就可以马上来使用。然后用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我们在那里祷告来认罪悔改，求主保守，让我们可以重新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好，如果你已经拿到饼，就让我们沾杯，然后使用之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好，如果你的饼掉进去，不要用手去拿出来哈，我们会重新再给你一个新的饼。好，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下到下面来，一起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地方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谦恭的到主的面前，恭敬的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成为这个我们当中的一员的话，那么不用担心，我们领受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仍旧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虽然还没有受洗，我们就可以把手放在心上，让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上帝的救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当中的长辈，如果你行动不方便，等一下我们的同工会过去派发给你。如果我们是可以的，那让我们能够走进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跟怜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有2道哈，所以可以就是分成2道来进行。拿了饼之后，我们就直接沾杯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里还有司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
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主的爱。心灵粮诗选第300首的第2节，弟兄姐妹请起立。请坐。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的面前经过即可。现在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唱《向主献成歌》。现在到了我们整个崇拜当中最喜乐的时段，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完一遍以后，就起立向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拱手问安。我
姐妹请坐。现在呢，我快速的报告一下教会的事工及消息。我们今天呢，仍然是有成人主日学，请到各班的教室上课。因为乐器班制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的诗歌分享与教唱班呢，我们仍旧是在3楼举行。那诗班呢，待会儿是到1楼去练习。制服学院呢，从明天开始开学了，所以呢，请大家来为这个事工，还有所有参与服事的同工来祷告。教会在10月29号会举行我们大家等待很久的户外礼拜、郊外礼拜，从现在就开始受理报名。那请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呢，自己到办公室去报名。那其他的还有那个秀文姐妹这个嘉庆弟兄与秀文姐妹结婚登记表放在1楼，那个公布栏上面，请大家要参加人赶快去登记，因为有利于他们计算人数。其他的地方呢，请大家自己参看周报。我们请淑一执事来报告有关于国际读经会要在我们这边举行的旧约游踪活动。30秒。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刚以为想说应该今天不会报告，不过还是没有放弃，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需要30名才能开成班。那目前感谢主，现在有17位人报名，我们希望能成全这样的课程，所以我没有放弃。我今天还是上来再说一次，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到那个1楼跟我们签名报名哦，因为要30名才能够开成班。那今天是最后一天，要做最后人数的登记，所以我再一次来邀请大家，希望这个圣经旧约游踪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好，以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教会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想要在下半年做最后一个冲刺。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参加旧约，那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造就，我们有定了一个比较密集性的新约速读。我相信上个礼拜大家有收到这一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在我们的服务台那边还有这样子表单，你可以拿回去，你依你自己的进度，但一天大概是5张的左右，在12月20号之前，如果你可以把新约读完的，我们在圣诞节有你的惊喜的奖励。所以你们是下半年的时间，如果你可以，我们读上帝的话语，透过这个方式来约制我们，来一起读上帝的话语。以上报告，谢谢。这个表呢是从明天开始执行啊。我上礼拜拿到，我就开始念了，后来才发觉是10月2号开始哦。好，那请我们大家都来参加新约圣经速读。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3-1颂。蔡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这恩典之后，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出去祝福别人的人，带领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生命得着改变。祝福我们，使我们无论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您可以到台前来，牧师会为你祷告。